Hello， 我是寶榮醫師，歡迎來到看輕中醫孤理唔明系列。最近天氣濕濕熱熱，唔少家長帶小朋友嚟診所都話佢哋成日軟賴賴，冇咩精神。見到啲細路仔頸仔歪歪地，手腳又唔多願喐，我就諗起中醫講嘅小兒五軟呢個話題，好多父母都忽略咗，以為只係小朋友懶或者發育慢少少，其實背後可能係臟腑發出嘅警號。今日就同大家傾下乜嘢係五軟，同埋點樣從先天同後天去理解同調理。講到五軟，佢唔係一個單一嘅病名，而係一組症狀嘅統稱。古醫書《嬰童百問》最早獨立列出呢個問題，後世就將頭軟、項軟合稱頭項軟，再加埋口軟、手足軟同肌肉軟一齊觀察。因為呢幾個部位嘅軟弱往往一齊出現，所以又叫弱症。簡單講就係小朋友生長過程中，頭、頸、嘴巴、手腳同全身肌肉都表現得冇力、仰抖眉。呢個正正反映咗內在臟腑功能低落。最常見嘅兩大症型就係肝腎虛衰同脾氣虛。先講肝腎虛衰呢類，多數係先天稟賦唔夠。點解會咁呢？可能係媽咪懷孕嗰陣氣血本身虛弱，又或者用過一啲溫補藥物強行受孕，甚至母體長期有病，令到父母嘅元氣虧損，仲有早產嘅 BB 都特別容易有呢個問題。中醫認為肝主筋，腎主骨，肝腎精血唔夠就冇辦法濡養筋骨，咁 BB 出世之後就會慢慢出現頭項軟弱傾斜，冇力挺直，腳軟軟遲緩，好難企得穩，手仔下垂，作唔實嘢，嘴唇薄薄地，咀嚼又冇力，成個肌肉都鬆泡泡，活動量明顯比同齡 BB 低。睇佢哋個舌頭、嘴唇淡，舌苔少，脈象沉細，而赤部特別虛弱，指紋好淡。督脈行喺項背，佢嘅氣空虛，加上足太陽膀胱經失養，頭項軟垂就成為最標誌性嘅表現。呢個時候治療要強調溫陽益氣、填精補水。古代醫家會選用補腎地黃丸或者補天大造丸去培元固本，幫小朋友打返好個根基。第二種就係脾氣虛，呢類常見喺大病之後，例如持續肚屙、嘔吐、腎後或者慢脾風症之後，亦可能係長期餵養不當、奶水營養唔夠或者少曬太陽，導致後天失調。脾胃係後天之本，氣血生化之源，佢一弱，四肢肌肉就冇嘢充實。所以呢類小朋友手軟難以抬舉，腳軟行步艱難，身形瘦削，皮膚鬆弛，而脾胃嘅清陽之氣上唔到頭目，頭就舉唔穩，頸軟難收持。口係脾嘅竅，脾胃虛弱，舌頭就會鬆弛伸出嚟，嘴唇閉合冇力，咀嚼吞咽都困難，望落去面色萎黃唇白，舌苔滑密沉而冇力。針對呢種情況，一定要補中益氣、升提清陽，常用補中益氣湯或者扶元散。只要脾胃機能一恢復，氣血生化有源，手腳同頭項嘅軟弱就有機會慢慢改善。古代醫家仲有啲補充觀點，幼科政治準成提醒，如果吐瀉引起嘅項軟，應該着重調氣。但如果係外感傷寒之後嘅頸項軟垂，就唔可以純當虛症咁醫。幼科鐵鏡就分得更仔細，久吐久瀉後嘅項軟可以用六君子湯加肉桂，手軟嘅用意耳仁、當歸、長桔、酸棗仁、防風、羌活、荊芥等搭配。足軟嘅就喺六味地黃丸基礎上加牛膝、五加皮、鹿茸，強化補腎、強筋，呢啲都係前人智慧。總括嚟講，五軟嘅調理貴在辨清先天同後天嘅根源，從肝腎或者脾胃入手，再配合適當飲食同復健，先可以逐步改善孩子發育落後嘅問題。見到 BB 喐動軟弱無力，頸仔唔穩陣，家長真係要及早帶佢做評估，把握調節時機，唔好諗住大下就會好，有時錯過咗黃金期，手尾就長啦。今次就講到呢度，大家如果想聽多啲中醫育兒知識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個讚同分享俾身邊嘅爹哋媽咪，下次再見。